數字化時代，企業面臨嚴峻嘅安全挑戰。中信國際電訊 CPC 創新不斷，憑借20年全球服務經驗、行業權威認證及核心技術專利，為企業構建專業安全服務能力。旗艦服務 Trust CSI 3.0 雲網神盾，以創新 AI 技術 SIMMIND 星智神盾為核心，建構自建、自營、自管 AI SOC 智能安全運作中心。憑藉 SIMMIND 星智神盾，以優化檢測規則，強化事件關聯分析，並整合多元威脅情報，綜合提升安全洞察及威脅檢測，實現 AI SOC 嘅可靠安全運維及快捷回應。同時 SIMMIND 星智神盾融合自建及本地部署大模型，結合精準提示詞工程，提升 AI 生成精確度同相關性，優化安全領域應用。平台部署咗安全圍欄 AI 防護機制，完善 AI SOC 嘅安全治理，提升整體合規水平。AI SOC 賦能 Trust CSI 託管式安全服務，以專家團隊、標準流程、智防技術三大支柱，為企業提供多方位、高可靠嘅安全營運保障。依託香港、廣州及上海嘅 SOC， 實現7天24小時實時監測與主動防護，確保企業全球化業務持續運行。AI SOC 配合創新研發團隊研發嘅一系列智能創新方案及安全應用，賦能企業應對複雜嘅網絡安全挑戰。中信國際電訊 CPC 提供一站式支付雲網安服務底座，攜手企業步入安全高效嘅數字智能新紀元。